草未干，花会谢，因为野花会开，分伫伊的顶面，表示真正是草。草未干，花会谢，独咱的上帝的话，的确永远伫咧。请咱来吟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请咱起立。但愿感谢上帝，赐下今时对心。这是请咱做来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入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文第7篇，也是诗篇的第19篇。天宣布上帝的荣耀，这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伊的声音传到全世界。
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布眠，日头亲像新郎对帐篷出来，对天的这边出来，刷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警戒。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经选阮做你的囝儿。阮受造的目的，就是要来敬拜、甲学罗天父上帝。愿一切的尊贵、颂赞、权能、荣光归乎天父上帝。恳求亲爱圣神，也帮助阮，互阮咧跑走天路顶面。主啊，阮常常疼心无够业，无法度真正会彼此相疼合一，无法度疼厝边亲像家己的时，无法度照顾姊妹弟兄这时，求圣神帮助阮。圣神，互阮会使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来荣光天父上帝。亲爱的主，阮咧跑走天路顶面，真正发现家己侪侪的软弱、败坏、无谦卑、无顺服、无圣洁的罪侪侪。伫遮佫一摆主认罪悔改，恳求亲爱主怜悯赦免阮的罪过，借着主耶稣基督保护。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过，撤销一切过失，除去一切咒诅无下主之的罪。恳求圣神充满管压，互堂教会和睦合一相听。圣神教会充满祝福，伫根治牧师夫妇的服侍，阮正义传道的服侍，阮的长老、执事，阮的团契首长、同工、区长、组长。阮的服侍圣神坚固阮的手所做工，主啊，阮的教会要伫即个地区诚做社区的帮站，要做光、做盐、做好厝边来用神益人。恳求亲爱的圣神帮助阮，互阮的教会兄弟同心合意来宣扬主你的福音。主你的圣神也保守阮经验下早聚会，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主啊，阮特别恳求亲爱的主帮助阮，会晓孝顺阮家己的日子，互阮会使得到智慧的心，互阮有一天徛伫主你审判台前，阮好胆徛伫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称赞。主你的圣神帮助带领阮，也互阮会使活出基督的款式来迎神益人。恳求亲爱的圣神。保守稳健下早聚会，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祈求，阿免。圣经，咱要来看尼希米记第8章的第1节到第10节。尼希米记第8章第1节到第10节，和合本圣经第605面，汉语本第522页。到第7个
以色列人已经徛起因遐个城，迄时百姓亲像一人，拢聚集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请经学士以斯拉带摩西律法的册来，就是耶和华所捌命令以色列的7月初1日，这是以斯拉带律法到公会前。赫然赫理，以及记那听了会晓得的面前，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对天光到日头，正男女，甲遐个画明白的面前读伊，百姓按耳孔听律法的册，经学士以斯拉徛伫伊为着。这个事所备办的茶台顶，伫伊的身边有马他提亚、苏马、阿乃亚、乌利亚、希列加、加马西亚，徛伫伊的正边，毕代亚、米利沙、马基亚、哈顺、哈伯代纳、撒加利亚、甲米苏兰徛伫伊的倒边。以斯拉徛伫众百姓的顶面，伫众百姓的目睭前掀开一本册。伊一个掀开，众百姓就拢徛起来。以斯拉学到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百姓拢举手应讲：阿门，阿门。就按头面地敬拜耶和华。耶稣啊！巴尼、示利比、雅敏、阿国、沙比代、何迪亚、马西亚、基利他、阿萨利亚、约撒伯、哈兰、比莱亚，甲利未人，互百姓明白律法。百姓拢徛伫伊个所在，因读上帝律法的册，到明白。佮开帖迄个意思，互百姓明白所读的。总督尼希米甲做祭司的经学士以斯拉，甲教示百姓的利未人，对百姓讲：今仔日是耶和华恁上帝的圣日，毋通悲哀啼哭，因为众百姓听见律法的话，拢啼哭。因甲伊讲：去啊，恁去食肥的面。啉甜的味，无被拌面的人，就分互伊，因为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恁毋通忧闷，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愿上帝所有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下面学老请圣歌队，今仔要唱的这个献诗是救耶稣是我的救主。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分享大声，咱个一家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圣囝，因为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成做阮的拯救，把阮对中间来领受主上帝你对阮的听从。主上帝今日这个道通过圣经。继续伫向阮显明，愿主上帝你的神甲阮三个伫地，伫分享的中间，求主你的信心运行，手术互阮逐人无共款的亮光，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也恳求主上帝你的神，互阮得到你的道了后，会当照你的旨意，照你的心意，安尼受你的塑造甲调整，互阮的生命愈来愈得到你的感纳。愿安尼向你感谢仰望。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拢讲传福音是咱教会的大使命。那安尼传福音，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任务甲责任。咱边仔人讲，你爱传福音。总是每一个讲到传福音。安尼圣工的事，咱拢会想讲，无是到底要安怎做？无是要到底安怎来进行？牧师问咱大家，是上叫咱去传福音，一圣经内底上叫咱去传福音。主耶稣对无？主耶稣呼召伊的门徒，甲因教导了后，叫因去传福音。那安尼？基督叫咱去传福音，伊家己本身绝对有做真好的模范，互咱来看。总是咱讲咱要学耶稣基督的模范，毋是讲咱掀开4本福音书，然后开始统计讲，哦，耶稣有做啥，耶稣无做啥，毋是安尼统计，这毋是耶稣要互咱的模范。主耶稣基督要互咱的模范，是伫一个大原则。下面，这个大原则是啥物？这个大原则就是道成肉体。特别人讲是道成肉体，道成肉体，咱啥咧讲啊？对无？啥物叫做道成肉体？用一句上简单的解说，就是上帝的话有具体实践一人的身躯顶。我都讲一解，上帝话有真具体去实践一人的身躯顶。那安尼看起来，耶稣基督互咱去传福音的这个大原则，是道成肉体的话。那安尼传福音就绝对毋是让咱传一篇大道理啦。传福音毋是让人传一个大道理，传福音是爱照你所知的真理。实践伫对方的身躯顶。我咧讲一解，传福音毋是讲大道理，是照你所知的真理，实践伫对方的身躯顶。上界要紧的，主耶稣的道成肉体，嘛是上帝表明伊对人的疼甲拯救。换一句话来讲，咱若是让人分享上帝的疼，咱就是掠掉道成肉体的这个原则。让人来传福音。不过讲到这，咱看一下咱的四周围，好无？看一下咱边的人。头我讲道成肉体对无？对无？啊，你有看到肉体无？当然，大家肉体拢有穿衫啦。有看到肉体无？啊，嘛有黑气伫咱的中间对无？啊，道一对。咱的内底敢有上帝的道？咱敢有将上帝的道挖出来，实践伫咱四周围的人？甚至牧师要问一个上根本的问题：咱敢有意爱听上帝的道？咱敢有意爱明白上帝的道？今仔日咱若是无意爱听上帝的道，无愿意去明白的话，那安尼，咱是要啊掠即个道成肉体的大原则去传福音。
今仔日咱要对咱所领受的经文做伙来探讨上帝的道一传福音的顶面的重要性。这段经文是记载受领去到外邦的以色列人，因怎样一转来迦南地了后，开始追求福音。咱来看咱手中的这个圣经，咱看去经文的记载，这群追求福音的以色列人。因为因较无上帝的话，然后组织起来，亲像安那，亲像一人。这句话是咩来解说？是咩理解？一群人组织亲像一人。这句话咩解说？咩来亲像一人？大家人徛做伙拢安那，念做伙还是读做伙？哈，意思是讲，这群出来的人，无人是勉强的。无人是互人高正的人，大人拢是甘心乐意，拢是合心、同心合意的。所以咱直接看去讲，一个信仰团体，若是要追求福音，只是少数人一遐叮当，敢有可能？敢有可能？一个信仰团体，你要追求福音，少数人一遐叮当，敢有可能？好，安尼回头来看。因组织亲像一人，就代表讲要追求福音，是爱偌济人做伙叮当。偌济人，特别人讲咱做伙追求福音，所有的人啦，无人是受勉强的啦，无人是互人高正来的，拢是甘心乐意、同心合意。而且咱会注意到，讲尼希米真强调一件代志。你会发现讲，有的圣经节伊连续写2摆，写即句讲听了会晓得的，听了会晓得的。咱知影讲，一古时代纸的资源真少，纸的资源真少，所以写伫纸顶悬，连续共一句话，安尼重复安尼写去，安尼记载，就代表讲这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那安尼，尼希米到底是咧强调什么代志？什么叫做听了会晓得的？其实尼希米伊所强调的，毋是头脑好歹的问题。咱若是对照第1节甲第3节前后文的记载，会将组织亲像一人，就代表讲即群人因是有一粒较无上帝话想要学习的一个心啦。意思是讲，一群人组织起来，你对上帝话无较无，你干那要靠你的头壳，你又敢有法度领受上帝的信息？敢有法度？你无信心的帮赞，你无感动，无较无，今仔日你来教会，我想要靠我的头壳，我要靠我的 IQ 160、170，然后要来面对上帝的话，敢有可能？那信心无要甲你感动，无要修饰互你，你永远无得到。另外一方面，今仔日经文记载，即群转来自这个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其实因是巴比伦，因是外邦的所在，一定有土地，一定有财产。总是即群转来的以色列人，因放弃遐个，因放弃外邦的土地，放弃外邦的财产，因转来到即个趴荒的迦南地。啥物货都无的迦南地，伫遐因想要重新建立上帝的国度，伫遐因仰望以色列这个民族会当倒一届来复兴。这是因为愿意转来、选择要转来的人，因伫外邦的所在继续坚持因的信仰，因继续持守一即律法内底。因无因为带入外邦就开始拜偶像，伊无因为带入外邦就开始顺外口的这个歹习惯，无，因继续坚持一信仰，然后将律法、将圣经传承予因的囝儿世世。所以，才会放弃一外邦有安稳生活、愿意转来的人，无论查甫、查某、大细汉，拢是一群较无上帝的话，然后马上会当接受教导的人。所以，尼希米伊一只所描写的讲，听了会晓得的，
咱会当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因是一群较无上帝的话，然后将信仰看大成的人。上时阵，咱有发现讲，男女甲大细汉，拢伫即个聚会内底。请问，咱今仔日的主日礼拜，敢有囡仔伫咱的中间？敢有囡仔伫咱的中间？咱看一下咱四周围嘛，无嘛，啥囡仔无伫咱的中间？咱的答案绝对讲伊听无嘛，对无？有人讲谁说的？无毋对，圣经就是安尼写。以色列这时长，这利未人一解说落去，用相共款的这水准，囡仔伫迄个会中相共款听有。查甫大细汉拢总听有，是安那？因为这愿意回来的人，又坚持一信仰，又继续将这个信仰来传承，予伊的后一代。所以，这条圣会内底，不管偌细汉的囡仔，拢总听有。所以，咱看去讲，一家庭宗教信仰的这个教育甲传承的重要性。这群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话的态度，嘛是咱真需要来学习的。咱看起咱的经文，经学书以色列一个掀开律法册的时，竟人做啥物款的动作？拢安怎？一掀开圣经的时阵，竟人拢安怎？恁头仔有读圣经无啦？有啦，吼，拢安那？拢徛起来对无？因将上帝的话当作是上帝本身相共款来看待、来尊重，所以掀起来一个有人宣读上帝的话、圣经的时，人啊小亲像听到上帝在对因讲话相共款。但是总是咱小看卖啊，在咱现今的礼拜内底，咱敢有安尼咧尊重上帝的话？咱有安尼去尊重上帝的话无？当经学书以色列读圣经的进程，伊敢是有先学了上帝，对无？然后会众做啥物款的反应？双手安那，压起来发声，阿门，阿门，然后趴落地安那，敬拜上帝。在咱的礼拜的中间，咱敢有用学了？用欢喜的心情来迎接上帝的话。今仔日在咱长老会的这个礼拜听书内底，分三大部分。这个 PPT 顶悬有三大部分，对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啥物话？听候上帝话对无？啊，第二个咧，享受上帝话；第三个咧，回应上帝话。搁伫享受上帝话的这听书内底，咧分做啥？读经、学了、甲讲道。请问，咱伫这个礼拜的听书的中间，咱用啥物款的态度来面对？当书会一掀开圣经宣读上帝话的时阵，咱的态度是安那？敢有人一下口偷看更新？敢有人一下子滑手机？咱有徛起来无？还是咱照常坐？对无？当圣歌推引带咱用学了的诗歌来感谢上帝守守伊的话语的时阵，咱敢有甲圣歌队同心？咱敢有甲圣歌队同心？当牧师一只解说上帝话，要互恁明白的时，咱用啥物款的态度？咱敢有想要用心来明白？这群以色列人为着要互因的民族会讲倒一届来复兴，因对尊重上帝话大声做起。我来讲一届，为着要互伊民族复兴，因对尊重上帝话大声做起，因为因真清楚。过去因互人掠去到伫外邦，就是因为因无尊重上帝的话，因无爱听上帝的话，所以因根本毋知影上帝的心意。伫即条组织敬拜的中间，咱嘛看去祭司经学书
这个以色列的身躯边有真济服侍人员，这服侍人员伫遐帮忙以色列读圣经，然后解说圣经。一条敬拜，你干那靠一个宗教领袖，一个人一遐主理，我要讲的是无够野。咱当想象讲，一场礼拜，牧师自头到尾书写读经、祈祷，拢我家己一个人来。你感觉我会堪入袂？毋通甲我忝头哦！我袂堪入嘛，对无？总是这讲是圣经所教示的一种组织敬拜，毋是嘛，对无？所以咱看去这个以色列伊身躯边是有一群服侍人员做伙一下斗帮忙，安尼一个盛会才有法度来进行。以色列的同工，伊的服侍团队有分做2组，一组是人民的代表，人民的代表伊甲以色列做伙徛一台仔顶，是以色列的正面甲倒面。咱会讲，这人民的代表是安怎选出来？是安怎选出来？我要讲的是，平平拢互人掠去到外邦做奴隶，倒转来，因有啥物身份地位的关系吗？无嘛，所以不是靠社经地位选出来的嘛，对不对？无因是要做人民的代表，信用嘛，人格嘛，做人的这个本质嘛，是用安尼选出来。这群人是帮忙以色列做伙来宣读上帝的话。另外一组人是啥物人？是利未人。因伫这个人民代表以色列读了上帝话了后，就落去帮忙解说头我所读的迄段圣经节的意思。所以是安尼整个服侍的过程，一组人先读圣经，然后另外一组人就落去解说圣经。我要讲的是，因所读的圣经毋是刚有一节尔，因是只要分享规篇的摩西五经，整篇的摩西五经呐。请问师会读一段，然后牧师解说一段，读一段解说一段，恁感觉爱一场礼拜爱开偌久的时间？恁感觉因这场盛会开偌久的时间？来，咱来看咱的圣经第3节，今仔日的经文第3节。第3节安怎描写？第3节安怎描写？对什么时阵到什么时阵？对天光到安怎？意思讲对清早安怎？到中昼，几点钟的时间？5、6点钟的时间对无？牧师若直接宣布讲，后礼拜开始，咱礼拜做5、6点钟，好无？恁绝对照那背，我会讲。请问咱这一条礼拜偌久的时间？共计1点半钟对无？那安尼今仔日师会所读的圣经，牧师一只讲道所解说上帝的话，伫这1点半钟内底，恁犹原无清楚、无明白的事，要安怎？你小共款无明白，就安尼散会就出去啊？安尼要安怎？请问，敢有一组同工会当帮忙牧师落去斗解说上帝的话，互信徒会当得较明白？敢有一组安尼的同工？若是有安尼一组同工，因是要伫啥物款的时阵来服侍？因的盛会5、6点钟，咱1点半钟啊。做了礼拜了后，小共款无明白上帝意思，就散会啊。请问咱教会敢有团契？咱教会敢有分小组？功能就是一只，功能就是一只。咱看咱的圣经安怎描写？利希米记载讲，伊读圣经了后，利未人落去解说，百姓拢徛伫伊的所在。有看到无？百姓拢徛伫伊的所在，意思是讲，组织的人毋是拢客做伙啦。组织的人安怎分做一组一组、一区一区，然后咧
落去到帮忙解说圣经的利未人，就分配落去，逐组逐区落去分享信息，互人明白上帝的话。当逐组逐区的民众明白清楚上帝的心意了后，因一个一个安怎？敢有剃头流目屎？有无？为什么因会剃头？因为上帝话照出因心内的罪过。因为上帝话，互因明白讲，家己无合上帝的心意，无互上帝欢喜。因也对上帝话来明白讲，是安那过去，因会去互人掠去到伫外邦受苦。总是这个剃头，这个目屎，是一种讨棒。来，咱 PPT 转来。今仔日上帝话上款，要互领受的人来得到讨棒。上帝话会反映出一个人受困迫的这个情形。上帝话会激励咱来突破目前的现况。上帝话会互人看起家己的不足甲骄傲。最后，上帝话绝对会引带咱来认罪，开始进入悔改的生活。所以，在以色列群众的目屎内面，因为上帝话有哀伤忏悔，总是通过这个目屎，因要开始进入一个喜乐的生活。因为因的流目屎，是因为因的心内得到信息的感动来流目屎。虽然咱看去讲经文内底，以色列甲何塞利未人拢爱讲啊，恁唔通得啼哭，恁爱欢喜，恁唔通得流目屎。总是这敢有可能？来，咱问咱现场的人，谁唔捌有啼哭的经验？你自细汉到今仔唔捌哭过，敢有？若有人举手，等下带你看医生。无咧现场就有医生啊啦，咱拢剃头过嘛对无？当咱剃头的时阵，边人讲，你卖得好啊，你卖得流目屎啊，敢有可能？有法度无？敢有法度？你嘛是继续忧伤，继续流目屎啊，是安那？因为你心内受到迄个感动、忧伤也好，今仔日因流目屎，是因为因的心内得到对上帝遐来的感动。即群利未人服侍人员爱民众唔通啼哭，颠倒爱庆祝欢喜。当然毋是因为讲因唔捌人情世事啦，是因为因自即个迄一日是上帝的圣日，迄个圣日是要用来欢喜快乐、啉食甲庆祝的。不过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安排甲运作，因为一个人若是无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对罪恶的捆绑内底来甲行出来的时阵，人是无法度来得到喜乐的，人也毋敢伫上帝面头前来庆祝。我咧讲一解，一个人若是无认罪悔改，无得到上帝欢喜，无对罪恶中来得到讨棒，伊是绝对无法度来得到欢喜甲快乐。所以上帝互因先流目屎忏悔了后，较互因继续后面的这个啉食快乐甲庆祝。最后，伫遮的群众因有领受上帝的话，因一利未人这个服侍团队的解说下面，因明白上帝的心意。接说以色列互因一个实践的机会，实践的机会。咱来看圣经第10节的所在。以色列甲遮的政团队敢有甲因讲一句话，讲去啊，恁去食啥物货？肥的米对无？恁去啉啥物货？甜的味。后壁迄句上重要，啥物货？无备办的人安那，着分互伊。伫即个上帝的圣日的中间，因为得到上帝的疼痛甲拯救，因一遐啉食快乐。总是以色列有特别交代。迄个无备办米的爱安怎？爱安怎？分互伊。即个无备办米的，毋是讲伊袂记得准备食的物件啦，是伊根本无能力、无办法。
无食的物件通避办啦。安尼的人就是丧凶的人，是欠缺的，是软弱的肢体，是社会上的弱势。以色列的教导，毋是互人知影上帝的心意尔尔。以色列教导了后，是爱人去实践出来。而且以色列甲尼希米这两位领袖有做真好的模范，因为伫举行这个圣会进前，因两人甲正当讲，是将以色列众人的生活先安顿好，然后才组织这个群众，让因来分享上帝的心意。换一句话来讲，这群对外邦转来以色列人，以色列甲正当讲，毋是讲来，咱来组织，咱开始来做礼拜，我要教恁上帝的话。以色列无做这种代志，因为对外邦转来的时阵，伊甲我问讲：你有所在住无？你有物件食无？你有水通啉无？恁中间有身躯白疼的无？以色列甲正当讲先做啥物代志？先将因的生活安顿落好，有物件食，有水通啉，有所在住，然后才组织因三甲聚会，让因分享上帝的话，互因明白上帝的意思。安尼恁有掠到迄个程序无？有掠到无？所以今仔日这个宗教领袖、这个服侍人员、这个服侍团队，因敢安尼去要求众人，是因为因本身有先做模范。以色列甲这利未人，因是一群捌圣经的人啊。因捌圣经，所以因将圣经的话语来实践出来。因先安踏众人的生活，煞尾伊才来分享上帝的话，互人明白。得爱这明白的人，学伊些共款去实践出来。咱 PPT 特别以色列甲服侍团队，甲因激励。甲因激励讲，恁毋通忧伤，因为对上主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咱有看到圣经节有即句无？恁毋通忧伤，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总是和合本也好，新译本也好，对即句话解说有无共款的写法？那呢，即句话是怎样来理解？即句话到底是咧讲上欢喜？是人欢喜，还是上帝欢喜？来猜猜看，选一选。是上帝欢喜，还是人欢喜？哎呦，恁看遐厉害！上面有啊，好，我 PPT 起小紧，无毋对。上帝若欢喜，人就要得到快乐。是安那？这段经文要安尼解说？上帝欢喜，人就要得到快乐，对无？啊，若是今仔日上帝发圣地，人会得到啥？安尼听有即句话意思啊？吼！上帝若欢喜，咱就要对伊得到快乐；上帝若发圣地，咱可能就要得到刑罚。所以上帝要对叨位得到欢喜？上帝要对人的认罪悔改得到欢喜。上帝要对咱愿意去分享、照顾弱势来得到欢喜。上帝要对咱实践伊的话、伊的道来得到欢喜。今仔日上帝若对咱欢喜，咱也要得到喜乐。咱互上帝欢喜，对上帝遐来快乐，就要常常甲咱三甲伫地。今仔日上帝若对咱无欢喜，咱就凡事拢无力，拢无快乐。我要讲的是，恁可能会讲，牧师，有个人做歹做恶，徛要落苦啊，无顺上帝的意，伊小共款也无减一块肉，钱也无欠少，身份地位也无较低啊。总是牧师要问恁的，当恁心内无平安的时阵，你有快乐无？你的心若无平安的时阵，对生命未来无盼望的时阵，你有快乐无？
你总是会无力的一天啦。各位兄弟姊妹，新的一年要搁开始，咱愿意用较无上帝的话来做咱新的一年的开始无？经文第1节安那描写，尼希米记载这场盛会是几月几日来举办？7月安那？初1对无？7月是犹太历的正月，咱台湾正月是几月？要到啊对无？要到啊对无？所以这场盛会是因的什么款的聚会礼拜？有人讲到答案安怎？新春礼拜啦，就是因的过年吹角节啦。这群追求福音的以色列人，因用领受上帝话，正做因新的一年的开始。伫这新的一年的开始，因毋但明白上帝话，因都有去实践出来，去照顾遐个弱势，安尼欢喜去分享。上帝要对安尼来欢喜因。因为这群人有照伊的道安尼来实践。头我有讲过，今仔日上帝若对咱欢喜，咱就要得到啥？快乐。所以这群以色列人，因为自过年的一开始，新年的一开始，有照上帝的话安尼去做，上帝对因欢喜，未来一冬拢要得到快乐。愿信心嘛帮助咱，帮助咱个人，帮助咱教会，愿咱一新的一年开始。嘛来靠步上帝的话，互咱的言行举止、心思意念，拢得到上帝的欢喜，互咱自头到尾拢得到对上帝遐来的快乐。阿门。咱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这时阵，阮毋知影要安怎做，就算讲圣经经过几啊改。白纸黑字，这时阵犹原无明白。恳求主上帝，你的信心常常教阮三支地。若是无你的信心，阮无法度对你遐来得到信息甲亮光。总是主上帝，你的圣囝耶稣基督，嘛是道成肉体一个新上好的模范。以及今仔日，咱对圣经内底看去尼希米、以色列，甲这利未人的团队。伊嘛做了真好的模范，愿主上帝帮助阮伫传福音的时，互阮大声用听来道成肉体，来分享上帝听的这个福音。煞尾才互因通过上帝你的话，互因愈较明白明捌你，煞才引带因做伙成做同工，成做你的子民，做伙享受对你遐来的快乐。愿主上帝，你的心常常安尼甲阮提醒，安尼甲阮引带，愿安尼向你恳求、祈祷、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吟圣诗第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咱起立。上帝所赐活命的话，有表现见面去。互人捌主，互人知做，稳定灵命之时。互人捌主的先。
带咱伫高原外，求主耶稣亲你的话，后壁听通激情，愿团天的予人欢喜，正做天顶高明。咱地上做人，承受救主灵命，上帝话，我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话，我命的话，带咱伫高原外。真道我命好轻的写，万民看起来呼。圣经上头只真听，像神言我的主，写做平安书，愿跟我命路。上帝话，我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话，我命的话，带咱伫高原外。请坐。这是奉献，要来请邱信执事甲美珠执事。报告，请咱先来念今仔日的金句。恁毋通忧闷，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尼希米记第8章第12，请。恁毋通忧闷，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尼希米记第8章12，恁毋通忧闷。
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神的能力。尼希米记第8章第10节。请咱来看，咱周报侍奉的人员，下周的侍奉人员，请兄弟咱来注意。周间的聚会，议员，请咱兄弟来注意咱周间的聚会。第3面，教会小组的聚会，议员，请咱兄弟来注意。奉献的部分，请兄弟来看啦，毋对，请咱中集来更正。消息的报告，第2场，礼拜三要伫4楼的交易室要召开临时的董事会，请董事来出席。第2，中昼12点，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参加。第3，中昼12点15分到2点，咱要伫705室来举行教育部的这个讲座，有请到4号牧师来主讲，伊的主题是领袖，今仔是第2讲，哦，对史书甲sở羅王的这个探讨的这个领导吼，请咱兄弟踊跃来参加。下晡1点，伫701室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加。下主日要举行2月份的这个庆生会，请咱兄弟来注意。下主日1点嘛要召开咱2月份的定期中集会。请中集来出席参加。教会消息，2019年的查经班要伫2月14日暗时7点半开始，伊的内容是教会书信，请兄弟踊跃参加。教界消息就是新德中会少年部的领袖理由，请咱兄弟来看者吼。过来，阁有一个得胜者的训练课程的时间，吼，嘛是伫即个2月23日9点到下晡的2点半，请兄弟注意。下面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透过第6页消息报告，伫本主日的即个所在第3点，中昼小共款有即个专题的讲座。领袖、领袖，吼，小共款有邀请到林4号牧师一只来专讲。今仔日因翁某拢有来到咱的中间吼，包括即个真理姐，甲叫加个姐安尼，好，请因起立，咱拍鼓大家欢迎。好，所以请咱食饭饱老饽做伙来参与。好，即点咱嘛先到即个咱的即个程序单顺序单的第1页，咱看第1页吼，第1页是写啥？服侍表对无？敢有看到服侍表？甲牧师印一下好无？有啦吼，来上下骹迄格，敢是有写着会情领诗，对无？即礼拜送的领诗，送去带，你也讲我带了真好。后礼拜敢是会情领诗？毋是，或者啥？林月静默啦，吼不过吼，牧师顶届林月静默的时阵，有一边仔观察啦，吼，我学无发现人伫静默呢。音乐是很好听啦，毋过无人伫静默啦，吼。所以是后礼拜的所在，牧师娘会起来引带咱，一只做伙来做会情的祈祷，毋望通过这个祈祷。互咱做伙来备办心当日的即个礼拜所以讲咱较早吼来，请问礼拜几点开始？有人讲9点40，有人讲45，有人讲10点无？讲10点绝对是摕1点甲我讲，牧师顶悬就讲10点嘛。无9点45、40头前是拢咧创哈？
来，咱到中间有人咧看诗篇呢？诗篇有人咧看？代笔写这个上行诗对无？上行诗，上行诗是咧创啊？你前往耶路撒冷的圣殿进前，这利未人祭司就开始引带人安那，用诗歌你备办心做礼拜啦。你心浮浮，你只要无备办心来到上帝圣地面头前，你敢通入去？你唔敢吼。所以礼拜虽然讲10点开始，总是9点45开始，敢是一个最重要备办心的时阵，敢是？有阿门无？较大声诶！所以后礼拜几点来？9点半，拢会使。至少就是9点45，祈祷会要开始进前，咱尽量来准时到，好无？因为时间一个调整，会调整咱的习惯啦。我着习惯啥物时阵出门，总是咱做伙慢慢调整这个习惯，好无？慢慢调整吼。望未来咱用祈祷，也是讲用诗歌来备办咱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好，伫今仔日，牧师即讲道内底有讲到实践，咱看到咱四周围的人，咱看者好无？敢有看到你无熟悉，即青婚的，有看到无？啊，伫即个空间内底，恁大人敢拢有捌？来听了上帝的话，明白了后，就是要来实践。等下煞尾煞会，敢是有平安礼？你若看去迄种青婚的吼，那是第一届来的吼，上至少过去行伊握手讲一下平安，安尼好无？分享上帝听互伊，安尼好无？吼，好，以上牧师一只做报告。请咱来吟上营第395首吟诗煞，要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只先去平安感谢你，受你引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无愧，他的世界，愿你所要我命真理，一我心内结好过节，献出人爱最好模样，因带人了灵魂的救。愿要是山求主赐福，阮靠的人属你的爱我，是因我安当行，天命不尽，应更你名。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伊的神，通过上帝的真道，互阮活出道正肉体的款式，通将你的道遍传伫全世界。来归荣光你的名，对一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祝歌。电乐、木刀。这是咱来归向平安的，请下这起立，你的边人讲耶稣爱你。